早晨，但願你健康快樂，滋潤我心靈的話語。第2681篇，研讀撒母耳記上，身心順服。掃羅對撒母耳說：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行了耶和華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亞瑪力和亞甲來，滅盡了亞瑪力人。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獻與耶和華你的神。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叛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撒母耳記上15章20至23節。原文字義：路係道路、路程；當滅的係完全獻上、禁忌；吉甲係滾動；勝於係好的、令人愉悅的；叛逆係背逆；頑梗係傲慢無禮、表現強勢；厭棄係鄙視、拒絕。文意注解：我實在聽從。掃羅佢冇睇見，原來人干犯咗一條律法，就係干犯咗全律法。就好似今日世上嘅人，以為平時奉公守法，偶爾喺某啲自認為係無關緊要嘅法規上，偷偷咁越過界限，只要不被捉到，就係良民一樣。21節，百姓卻，掃羅振振有詞咁將責任推俾眾百姓，最好的牛羊，自以為榮耀神，耶和華你的神。掃羅2次強調神係你的神，而唔係我或者係我們的神。佢嘅意思好似就係話神係屬於嗰啲專門侍奉神嘅人先至100%聽從嘅。22節，呢節經文係聖經嘅金句，獻祭固然重要，但仍不如人聽從神嘅話重要。意思係指敬拜神以靈以真，勝過敬拜嘅外表形式。第二個意思係單獻祭物卻冇順服神嘅心，呢種獻祭係毫無價值。三個意思，即使係祭物中最好嘅、最上等嘅脂油，仍不及順從神嘅寶貴。23節，叛逆，意思係指背叛神；行邪術係指占卜等類嘅巫術；頑梗指傲慢不聽話；拜虛神和偶像，即係指敬拜偶像假神。叛逆嘅罪同頑梗嘅罪，從表面睇好似冇行邪術嘅罪，同埋拜虛神同偶像嘅罪咁嚴重，其實喺神睇嚟，兩類嘅罪都一樣重大。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意思係任何人如果輕視神嘅命令，就無法贏得神嘅尊重。以下係今日經文裏面俾我哋得到嘅亮光。喺第20節，掃羅提出佢最唔順從嘅行為就係生擒咗亞甲。呢個係幾咁荒謬，但卻係真實嘅。佢以為生擒咗亞瑪力王亞甲係完全徹底遵守咗神命令嘅一個證據，佢竟然將錯誤當作正確，並且佢個人認為喺某種意義上係一場偉大勝利嘅事。撒母耳卻予以反對，所以掃羅就感到憤憤不平，受咗委屈。睇返15章第2、第3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待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忘。現在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進行殺死。14至16節，撒母耳說：我耳中聽見有羊叫，牛鳴，是從哪裏來的呢？掃羅說：這是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裏帶來的，因為他們愛惜上好的牛羊，要獻與耶和華你的神，其餘的我們都滅盡了。掃羅佢反覆申辯，留下上好嘅牲畜係為咗獻與耶和華。即使呢個係事實，掃羅依然唔能夠免去違抗神命令嘅罪，因為如果唔係通過正當嘅管道預備嘅禮物，即使係再好嘅，神都唔會悅納。尤其是係神會徹底拒絕人外在嘅形式上嘅獻身。喺撒母耳記上16章7節，佢話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喺第23節，撒母耳清楚咁指出喺神嘅眼裏面，叛逆等同行邪術嘅罪，頑梗同拜偶像虛神嘅罪相同。厭棄耶和華的命令，就等同人犯罪嘅根本原因係棄絕神嘅話語。人如果厭棄神嘅命令，唔肯順服神，接受神喺自己身上掌權，亦都就唔能夠為神掌權。
神嘅刑罰唔只係掃羅嘅皇位必不長久，更係厭棄佢。神嘅百姓如果唔信服神，就會同掃羅一樣被神厭棄。喺今日嘅經文，我哋得到以下嘅教訓：第一，心態決定一切。篇119篇130節，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詩篇5篇1節，耶和華啊，求你留心聽我的言語，顧念我的心思。彌迦書6章8節，世人啊，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掃羅企圖以獻祭嘅宗教行為嚟掩飾內心嘅悖逆，將唔信服合理化。然而神睇重嘅唔係外在嘅儀式，而係內心嘅真實。如果心態錯誤，再虔誠嘅行為都無法遮蓋靈裏面嘅偏離。第二，信服勝於獻祭。約翰福音4章24節，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希伯來書5章12至14節，看你們學習的功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今日經文將叛逆同頑梗比作拜偶像嘅罪，因為佢哋嘅核心係對神主權嘅拒絕。神唔喜悅表面嘅敬虔，而係渴望人從心底降服於佢嘅帶領。而家讓我哋一同嚟禱告。天父，求你幫助我哋，唔止喺行為上遵行你嘅旨意，更喺內心深處真實嘅信服。願我哋嘅生命由內而外，成為你喜悅嘅兒女。此外，我哋祈求神持續感動人心，使更多嘅人支持天國大業嘅發展。願每一個人都感受到關愛，靈魂得以拯救，生命經歷轉化。我哋特別祈求信樂浸信會能夠達成年度嘅發展目標888，每個月奉獻88000蚊，並吸引80人出席崇拜聚會。願我哋嘅購堂夢早日實現，使天國大業能夠更快更好嘅擴展，讓更多嘅人領受神嘅恩典，讓呢個世界因此而大大改變。我哋都懇求神幫助牧師喺信樂浸信會成功推展門徒倍增運動同埋街頭佈道，讓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過住順服三一神嘅生活，使教會興旺茂盛，成為榮耀神嘅見證。奉主耶穌嘅名求，誠心所願。